後個月就要來過中秋啊！這嘉義縣市的庇護工廠，即嘛開始咧生產這中秋的禮盒啊。有公益團體呢，是因為和總統府甲取消訂單，所以這嘉義縣府即嘛是宣布接手，要由因來甲買落來，希望會當帶動社會支持。簽東包啊，落地里基金會工作人員當咧趕工做中秋禮盒。去年有接到總統府中秋禮盒訂單，嘉義縣落地里基金會。今年因為國務機啊會向三讀凍結，影響到訂單，嘉義縣政府宣布要按照去年總統府訂的數量，今年全部買落來。多少是會擔心啦，因為現在目前的量大概是去年的1/2左右而已啦。但是還剩1個月的時間嘛，我們在大家加油努力。嘉義縣過去在總統也有採過，那用國務機要會採過我們嘉義縣的相關的禮盒，那今年啊可能有問題。所以這一部分就由我們嘉義縣政府那整個來做處理。庇護工廠表示，這個因為新聞的影響，社會對庇護工廠中秋禮盒的關注有比應過佫懸真濟。民眾攏有透過網絡也是敲電話要來訂中秋禮盒。有庇護工廠就講，甲去年比起來，今年中秋禮盒的訂單有增加2成到3成左右。我們今年的訂單來說是有一個飛速性的成長，那我們成長幅度呢，甚至可能有20%、30%這麼多，就大大的超越了以往我們可能中秋節會收到的訂單數量。可能是因為有那個一些發酵議題，還有一些熱心的一些人士在倡議支持庇護工廠，所以呢，我們最近就收到了非常多的零單和散單的部分，就是民眾就打電話來訂1盒2盒這樣支持我們，我們非常謝謝他們。雖然新聞事件帶動民眾對庇護工廠的支持，不過嘛有庇護工廠指出，因生產的物件除了新疆人士的付出，佫關係到因的工作機會甲機構的經營，也是希望因為議題帶來社會一時的關注，會當正做長久支持庇護工廠經營的力量。記者林慧婷，嘉義報道。